主后2025年12月12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甲世界做区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尼米记》第10章第10到3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尼希米记》第10章。看印的人有哈加利亚的囝省长尼希米甲西底家，阁有祭司西莱亚、阿撒利亚、耶利米、巴西胡尼、阿玛利亚、马基亚、哈杜、西巴尼、马洛、哈林、米利伯、俄巴底亚、但以理、滚顿、巴略、米苏兰、阿比亚、米亚民、马西亚、撇该、西玛亚，阁有利未人阿撒尼的囝耶稣啊、希拉达的囝宾雷、甲灭，以及因的亲族西巴尼、何地亚、基利他、比莱亚、哈兰、米加、利哈、哈沙比亚、撒克、西利比、西巴尼、何地亚、巴尼、比尼诺，阁有人民的领袖巴略、巴哈摩押、伊兰、撒土、巴尼、布尼、阿甲、比拜、阿多尼亚、比格、瓦伊、阿丁、阿德、希西家、阿索、何地亚、哈顺、比赛、哈达、阿那督、尼拜、莫比亚、米苏兰、希色、米士撒别、撒多、阿多阿、比拉提、哈兰、阿乃亚、何塞阿、哈纳尼亚、哈述、哈罗希、比利哈、索别、利宏、哈沙那、马西亚、阿希亚、哈兰、阿兰、马洛、哈林、巴那，其他的人民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献司的圣殿的工人，以及所有甲列国人民断绝关系来归顺上帝律法的人，甲因的某、因的囝、查某囝，以及为明白代志的，拢支持遐个做领袖的同胞，就抓宣誓要遵坦上帝通过伊的仆人摩西所传授的律法，要持守遵行上主阮的主一切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。阮无要将阮的查某囝嫁互即所在的外族人，嘛无要互阮的囝娶因的查某囝。安息日也是圣日，即所在的外族人若带商品也是五谷来卖，阮无要甲因买。每第7年，阮无要种植，嘛无要讨欠阮的债务。阮规定，每年逐个人着奉献4公克的银，做上帝圣殿的路用，包括献祭的饼、经常献的素祭甲烧化祭、安息日、初一、节期的祭物，甲以色列人赎罪的祭，以及咱的上帝殿内所有工作的费用。照律法的记载，阮
遮个祭司、利未人甲人民抽签决定，照宗族逐年定期献茶，通伫祭坛烧祭物献互上主咱的上帝。逐年，我要将地上头水的五谷甲逐款树初熟的果子带到上帝的殿。我要照律法的规定，将阮的大囝头上生的牛、羊甲精生带到上帝的圣殿，交互伫圣殿底服侍的祭司。我要将上好的面粉、奉献的祭物，甲逐款树的果子、新酒甲新油，交互祭司，放伫上帝圣殿的仓库。搁将阮的土地收成的1/10，互利未人。利未人为亲身来阮建造的城收出产的1/10。利未人去收1/10的时，就有亚伦后代的一个祭司甲利未人做伙。利未人嘛着将1/10的1/10带来圣殿，收入府库内的仓库。以色列人甲利未人着将因奉献的五谷、新酒甲新油带入收藏圣所器具的仓库。一般的祭司守卫献死的嘛踮伫遐，安尼阮绝对无要去杀阮上帝的圣殿。甲世界做区别。近年来，人工智慧 AI 盛行，我和朋友也有在耍 AI 的音乐。虽然用 AI 做音乐比过去简单，但是依然有几个困难点需要突破，亲像编曲的安排、风格的转换，甲上困扰的语言发音。因为上款用汉字的语言有袂少，包括华语、广东语、台语甲日语。AI 常常甲汉字写的歌唱做广东语，有时阵也唱做日语。无论阮伫设定的时输入什么关键字，拢无法度正确掌控。后来朋友发现关键是用词，伊发现 AI 会对用词判断是倒一种语言，对这改变发音。朋友透过一个词修改，甚至通互 AI 甲规首歌唱做台语，这互我想起进前捌闹热滚滚讨论中国用语入侵台湾的问题。虽然有人感觉无啥大问题，但是笔者对控制 AI 语系的经验来看，发现生活用词其实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。长久以来受外族统治、无圣殿来敬拜上帝以色列人，伫重修圣殿了后，上想要保存的是纯正的信仰甲敬拜上帝的自由。因为安尼，领袖签下立约文件，表明决心。首先是宣告甲外族的人隔绝。这份决心毋是来自种族优越感，也是种族歧视，是深惊外族的文化甲信仰会搁再互因坠落。伫受压迫的环境中，甲外族划清界线，是不得不做的选择。其次是展现对圣殿的重视，因决心每年要捐献5公克银仔，帮赞支付圣殿的费用，要供应圣殿事务所需要的任何物件，搁奉献收成的1/10互利未人。因好不容易重修圣殿，会当自由敬拜，
为着无要失去这份得来不易的恩典，因决定付上一切，全力维持因的信仰自由。因安尼宣告：阮绝对无要弃杀阮上帝的圣殿。伫我牧养的教会所踮的社区中，已经真少囡仔会晓讲台语。为着互我的囡仔会当接触讲台语的同伴，我连续2年对桃园带因去台北参加成人教会举办的台语夏令营。成人教会的长老讲，台北有一群家长特别成立社团，带囡仔四界去参加台语活动，因付出时间、金钱、心力，就是为着要互台语会当好好传承落来。因为若无搁加用心一丝仔，囡仔真紧就会互华语环境同化，无搁再使用家己的母语。信仰的传承显然比语言的传承搁较重要。总是今仔日有偌济基督徒用上款的心力伫维护信仰咧，也是出在世界的价值观入侵。虽然咱无需要亲像极端保守的基督徒安尼排斥接触其他宗教，但是咱犹原需要思考，什么是咱的信仰绝对不容冒犯的核心？什么是需要咱付出代价去维护的自由？愿咱尽力传承这份得来无容易的恩典。默想，我捌为着维护信仰做过什么决定？这个不容冒犯的信仰核心是什么？我捌为着维护信仰做过什么决定？这个不容冒犯的信仰核心是什么？咱来祈祷，怜悯人的上帝，感谢你拣选我活踮你的恩典中，求你予我力量去维护和传承这份恩典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